徛台湾看世界来看中国，全面进入到重水期，这嘛是一年当中降雨量上大、上集中的时期。总共有148条的溪流超过警戒的水位，因为南方各省各区变大雨，有200万人受灾，其中各以广东甲广西上界凄惨。有一栋徛伫咧广西柳州的房屋，未堪的大雨冲洗，规间厝总倒去，场面惊险。 连续落几天大雨，这栋伫广西柳州的厝规栋倒落去。为了避开大水，贵州有真人冒险上山避难，乌南有山洪爆发，厝冲走去，救援人员赶紧救人。我错了。穿救生衣，居民慢慢撤离家园。中国水利部表示讲，中国境内已经全面进入江河水位的重水期。 12个星期区被影响到，总共有148条河流超过警戒线，广东局出现广烈风。開始係一個，後尾吹下咧就有2個，好大片一片黑雲，落雨啊，跟住落雨打雷，都好大雨啊，覺得好震撼。當地氣象局表示講，上關鍵的時期是6月到8月份，南方的雨水偏高，今年的情勢將會真嚴重。 包括田園險礁，也有真濟水產養殖設施和大水沖歹去，目前經濟損失初步估計已經有29億人民幣，等於是新台幣121億。